那讲到最近这几年的台语活动是办甲闹热滚滚，不过学者是指出讲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真闹热，不过其实台语的人口公共比例所拢无明显的增加。这台语团体嘛认为讲，抑个欠缺这复振的意识，欠缺语言的转型证据。台湾体制化20周年专题要对无共层面，咱做伙来关心台语复振的路要安怎行。囡仔过来学拼音，这是即马定看到的台语教学。其实民间有真侪书写系统，有历史真久长的白话字，有台湾语文学会定的图录吧，嘛有用注音的等等。教育部在2002年整合以后，公布大陆拼音方案，为台语复振拍地基，陆续用伫咧教学、书籍法等等。这几年政府嘛对台语家庭12年国教必修，也有侪台语活动去拍拼。国家语言生活节，社会广播剧。自2019年公视台语台成立以后，嘛透过各种节目，互观众了解台文和台语文化。顶真汉字写作顶真。罗马字写作德应定，字音真。虽然台湾进入体制今年满20年，不过台语团体指出，多数人也是真青分，嘛欠缺台语复振的意识。因认为这甲政府无检讨用过的国语政策有关，特殊语言地位吸不起来，台语能力嘛大大浅薄化。咱语言的转型正义并无去处理，所以有侪人唔知影台语过去受到。这个2届国语政策，尤其是第2届国语政策的这个残害了、迫害了后，迄个当初的迄个状况，其实足侪人即嘛是无知觉，是无了解。今年度文化部预算有编大约13.3亿，打算对鼓励台语出版、表演艺术等等来做。有学者指出，政府投入资源，台语发展虽然进入高原期，却无明显增加台语人口和公共比例。学者讲，这嘛显示多数人有关对袂到政策的脚步，条件会踩落去。台语会当用这几年的这个有政府补助的事啊吼，把这个产业链做出来，就是让社会产生有够数量的需求。安尼，这个台语的产业，就准政府无补助，伊嘛家己会一直胖起，一直胖起。兵团甲学者拢指出，文化部规划的5年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，敢若到今年尔，嘛也无提出长期的规划，要安怎让台语发展有好的循环？因认为政府应当尽速开考。记者刘尚如、郑春友、苦焦用综合报道。